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咧就分享一則最轟動嘅商業地產嘅大新聞嚇。咁啊，我諗今天咧就各大報章咧都係個篇幅佔用非常之大啦。就係講緊咧就港交所豪擲63億元咧就購入呢個交易廣場自置嘅物業嚇。嗱，咁啊同大家拆解一下呢一單新聞，因為咧好多朋友都問：喂，咁貴63億而家入市喎，咁究竟用幾多錢一尺去買呢？嗱，咁如果根據翻嗰個資料嘅報導呢，咁成個交易呢就牽涉緊係有9層嘅寫字樓嚇，即係由42樓去到50樓啊，咁係最高嗰9層噶啦已經係。咁另外呢，就再加埋商場部分嚇，1、2樓其實就係而家港交所用緊嘅一啲即係商鋪嘅部分嚟嘅。好啦，咁如果大家去睇呢，佢總共買咗嘅樓面咧，大約係147000尺到啦。咁平均除翻出嚟咧，就話實用面積嘅尺價咧係42850蚊一尺。我諗好多朋友都聽到，哇，4萬幾蚊一尺買寫字樓啊，係咪好貴啊買得？嗱，咁同大家拆解一下嚇。咁啊，其實如果大家所知咧，中環區嘅寫字樓價格成交係幾多錢咧？咁我經常咧都用一個圖嚟同大家去做一個分析啦。就呢個咧就係全港10大商廈尺價排名榜。嗱，咁同大家又拆解一下。咁啊，全香港 record high 最高尺價咧就係皇后大道中9號，就喺2018年嘅4月咧，佢34樓。嗱，記住喎，34樓，咁當然係頂樓啦，佢都係。咁啊就成交嘅尺價咧係61800。好啦，61800蚊。皇后大道中9號嗱，咁又不講不知嚇，其實皇后大道中9號咧，當年都係置地公司嘅旗下嘅全棟物業，係拎出嚟賣過。咁其實賣完皇后大道中9號之後咧，係未賣過寫字樓噶啦。咁今次置地將交易廣場呢個部分賣出嚟咧，就係繼皇后大道中9號之後咧，即係第2次嘅係出售寫字樓物業嘅啫嚇。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都要記住嘅信息啦嚇。好啦，咁如果你睇翻咧，就以尺價嚟論咧，皇后大道中9號61800，咁大家記得佢係以建築面積去計算嘅。咁而大道中9號嘅實用率咧，就應該70%都冇㗎。咁啊，我哋去慳佢嗰啲如果分層單位咧，或者係分間咗一層分做10幾個單位去計咧，咁啊大約60幾個%實用到嘅啫。咁但係今次港交所買咧42850蚊咧，係用實用面積計。咁嗱，而家一般我哋去出租交易廣場咧，咁佢用 lettable area 去計算可出租面積。咁可出租面積咧都差不多 net 㗎啦，有成90%啊咁滯㗎啦。好啦，咁如果以尺價嚟計咧，42800，如果假設當佢係用翻70%實用計咧，咁大約係3萬蚊到一尺啫喎。咁3萬蚊一尺咧，就係買交易廣場第一期頂樓嗰幾層啦。咁你有個尺價高定低咧？唔高啦，開始見到就係。我諗第二，大家又要睇翻咧，佢唔係淨係買寫字樓部分啊嘛，佢147000尺咧，仲包括咗1樓、2樓有商場部分喎。嗱，商場部分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我哋都經常入去啦。咁你港交所內部咧，咁啊之前仲有啲即係交易中心啊、交易廣場啊，同埋咧仲有一啲係直播間啊，咁好多地方喺度嘅。咁而如果以翻1樓、2樓嗰個商場部分嘅價值咧，又應該會比寫字樓會高喎。咁因為咧，亦都成個平台部分啊、商鋪部分都冇分拆過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以均價42800實用面積或者建築面積尺價大約3萬蚊咧，又唔貴咯。咁啊，第三又同大家拆解下啦。咁其實成個交易嘅部分咧，係包括咗置地公司咧，係要提供大約係最高4億元咧，去幫港交所去加多一啲佈置嘅，包括啲咩咧？嗱，如果大家有睇的話咧，就牽涉呢4億元咧，係要幫港交所喺大廈頂樓啊，即係天台嗰度加設一個廣告招牌位，話喺中環核心地段嘅甲廈頂樓即係天台加一個廣告招牌位。有走字熒幕咁樣，咁呢個價值係幾多咧？咁佢冇提及過有冇命名權，咁其實都唔需要講命名權部分啦。咁佢除咗喺
頂樓嗰度咧加一個矚目嘅廣告招牌位咧，仲要喺大堂嘅部分。嗱，咁大家知道咧，其中交易廣場咧，而家我哋入去港交所個大堂就唔係直接入到去啊，要穿過一啲即係公眾地方啦。咁未來可能咧就喺一個即係走廊部分，一入去咧就有個 grand 嘅入口入港交所㗎嚇。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置地啊，賣方咧就需要斥資4億元咧去幫港交所提供最新嘅呢一啲設施設備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用63億減4億元嘅呢一啲咁嘅設施落去咧，咁咧再購埋嗰個建築面積嘅尺價咧，係3萬蚊一尺都唔使，大約係講緊28000蚊一尺啫。咁28000蚊一尺去買今次呢一批物業，咁係高定低咧？咁你一計咧就會知道啦。因為如果按級數去計咧，中環嘅甲廈，如果講地段咧，咁交易廣場當然係核心之中嘅核心啦。第二，亦都要諗一諗咧，其實本身交易廣場佢本身係一個地標式嘅大廈，係 landmark 嚟㗎啦，已經係咁，同埋有咗港交所呢一個商戶同埋其他嘅金融機構喺度咧，咁基本上佢嗰個金融地位咧就無法取代嘅。咁比起其他分拆出嚟嘅甲廈咧，應該佢嘅價值係可以提高一線。咁所以咧，如果假設用翻建築面積唔使3萬蚊一尺去買到呢一批物業咧，咁其實基本上都唔會係買貴咗啦嚇。咁所以好多人話：哇，咁貴嘅4萬幾蚊尺而家都買。其實你拆解開去睇咧，其實呢個物業係超值。咁所以你睇翻你成個報導咧，咁其實港交所都有即係去即係作出一啲説法啦，都係對於成個香港作為金融重心呢一個國際地位咧，係可以彰顯到出嚟，亦都咧就可以睇得到咧，就呢啲金融機構喺香港咧，其實港交所咧就差唔多係第3個全香港最大嘅金融機構咧，都係自置物業做總部嘅其中一個即係投下信心一票嘅一個動作啊。咁同埋咧就港交所本身同交易廣場嘅淵源都好深啦嚇。咁今日都有好多報章都有講過啊。咁啊呢度節錄少少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究竟交易廣場同港交所嘅淵源啊？嗱咁咧就其實追溯翻去到早年代咧，即係1980年咧，其實就未叫做港交所啊。咁嗰陣時叫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咁就去成立嘅。咁咧就整合咗之前咧，就香港有4間交易所嘅，係香港證券交易所、遠東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同埋九龍證券交易所。咁當其時就話即係4個交易所並存噶嘛，咁啊後期先至就整合咗咧，就成為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咁啊後尾咧就叫做港交所啦。好啦，去到1982年，咁香港政府咧就將中環呢個黃金地段，即係而家交易廣場嗰個地塊咧，就係一塊填海嘅地皮咧，就招標，咁俾開發一個商業嘅地產用途啦嚇。咁招標條件之一咧，就係個項目咧係要設置交易大廳。提供俾交易所去使用嘅。咁所以咧，大家嗰陣時睇到咧，成個交易大堂咧，就最高峰坐成1000幾個經紀喺度即場去交收股票啊咁嘅嚇。咁最終咧就置地公司成功中標咧，就係即係去買咗嗰幅土地啦。咁亦都建設咗交易廣場。好啦，咁去到1985年咧，就交易廣場落成。咁交易大堂咧就交還翻俾香港政府，並且咧就租俾聯交所去用。咁去到1986年啦，咁香港證券交易所、遠東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同埋九龍證券交易所咧，就喺3月27號咧就停止營業。聯交所咧就喺4月2號啊，就喺交易廣場嘅新交易大堂嗰度開業。咁呢個新址咧就喺10月6號就正式啟用，咁高峰時期就容納1200名股票經紀。好啦，咁去到2000年咧，2000年嘅3月6號咧，咁聯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同埋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合併，就成為咗而家嘅香港交易所。
就叫港交所啦。咁所以港交所咧喺6月27號咧先係正式介紹方式喺聯交所嗰度上市嘅嚇。咁啊當然仲有其後有好多開鑼儀式啦。咁正式其實敲鑼嗰個儀式咧就喺2011年港交所12月首次喺交易大堂就舉行咗呢個敲鑼儀式，咁啊慶祝佢個新股上市。咁之後咧就呢個敲鑼嘅活動咧，咁啊一路喺其他公司上市嗰陣咧都開始舉辦啦。咁啊一路去到今天咧，就呢一個係港交所購入交易廣場呢個第一期嘅部分樓面咧，咁亦都成為咗港交所同埋呢個交易廣場嘅其中一啲活動咧最矚目嘅部分啦嚇。咁所以咧就今次我哋去睇翻成個交易咧，對於整體市場咧就真係有一個提振嘅作用啊。咁啊好多人都講緊咧近呢段時間咧商業地產啊夾下受壓都比較大啦。咁究竟跌幅跌到幾時先停呢？或者係啲用家投資者幾時先開始入市呢？嗱好啦，咁今次咧其實港交所入市咧，對於整體嗰個市場咧係真係有個啟發嘅作用嘅。咁其實累積跌幅咧亦都唔少噶啦。如果講累積跌幅咧，由甲下喺2-3年前開始一路慢慢下調咧，有一部分嘅甲下咧，佢個跌幅已經講緊由4-5成到最高係超過6成不等噶啦。咁啊高位同低位咧，哇相差個幅度咁大，咁係唔係值得一啲機構用家，如果作為係公司啊集團嘅總部喺呢段時間係值得入市去投資咧，亦都為咗長遠嘅發展去計算咧，係咪都值得喺呢段時間入市咧？咁其實有唔少嘅機構咧，都身體力行咧，就投以信心嘅一票嚇。咁啊，究竟成個甲下或者中區嘅寫字樓嘅走勢如何咧？咁如果經歷咗今次港交所入市自置物業作為永久總部之後咧，咁我相信咧就對於甲下嘅局面咧，又會開創另外一個階段啦。咁啊，去到今天咧，開始大家會見到咧，有一啲自用嘅公司啊，或者大型嘅機構啊，甚至乎買嚟做集團總部嘅公司咧，都開始一路物色呢一類型嘅物業。咁所以咧就未來可能咧都會睇到今次港交所呢一個成交咧，將會成為最新嘅一個指標，咁啊令到甲級寫字樓咧就有咗一個支持位，咁啊其他嘅業主或者買家投資者咧都可能會參考今次嗰個成交個案咧去部署佢未來嘅一啲動作嘅。咁啊希望今次嘅消息同大家分享，希望能夠啟示到多啲大家對於商業地產嘅一個發展啦。